国回应土耳其对维吾尔政策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回应土耳其有关100万维吾尔人在集中营被拘押的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土方发言人表态中提到维吾尔族著名音乐家艾亦提在服刑第2年在监狱中去世，但事实上他不仅活着，而且非常健康。我昨天还在网上看到了他的视频。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喀什就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发表声明，并警告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国阴谋欺骗。他在声明中说，正如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在战场上击败突厥人，而用阴谋欺骗他们一样，这次中国又开始企图欺骗舆论。中国政府的愚蠢行为给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带来了希望。反对中国镇压政策的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应该避免受到中国的欺骗。亚辅权在伊斯坦布尔上庭，维吾尔意见领袖阿卜杜卡德尔·亚辅权今天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法庭接受审判。这次上庭将会决定是否将亚辅权遣返给中国。数百名维吾尔人前往法庭前面等待宣判结果。亚辅权在联合国的庇护下在土耳其生活了10几年，2016年被土耳其警方逮捕。大量中国间谍潜伏比利时。欧盟对外事务部今日发布警告称，有大约250名中国间谍和200名俄罗斯间谍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正进行谍报活动。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布警告称，目前有250名中国间谍和200名俄罗斯间谍活跃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周围，因此欧洲各国外交官以及当地军人都要对此保持警惕。美军驱逐舰进入南海，中国谴责美军2艘驱逐舰时普鲁恩斯号和普雷贝尔号未经许可行进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威廉森在星期一表示，该国军方将派遣其最新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到南海，以展现军事硬实力，并保护该国的利益。随行的还包括美制 F-35战机。引起穆斯林的反应。在法国，一群自由主义者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则建立清真寺。该组织的倡议引起了该国穆斯林的强烈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宣布，他将退出法国伊斯兰计划。按照计划，该国的穆斯林机构将根据世俗制度进行重组。